从成祖迁都至此，戎狄蛮夷虽骚乱不断，却未曾有主张南逃者。是要在乌明义那种阿萨坑中求功名吗？你可知这事有多大风险？本将军率兵连夜驰援，救了乌明义上万百姓的性命，如今却要我们饿着肚子，岂有此理！爱妃代行，有何不妥？日后若有纰漏危及皇城，你可担当得起？朝廷需要一个体面，明镜司需要一把刀，你正乃刀也。自助者天助之，自弃者天弃之。此番豪言，娘亲可莫要化为空谈。